拉玛基努，拉玛基努，真见则位，拉玛基努。因为比如说按照我们藏传佛教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格鲁派呢，它是非常优秀啊，也就是关于这个培养这个身材的问题啊，他们搞得非常棒啊，包括是那个只要是我们去哪里，只要是个格鲁派的寺院，那一定是整整齐齐的，包括僧人的外表的这种行为，这些都是一种他们的教育。但是他们缺陷了一个是什么问题？内心的这个修行的这个角度是非常缺陷的。那么这个缺陷了之后呢，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宗教变成政治，这个是问题呢就比较大。所以说我希望本教以后的话，僧侣们不光是一个学习这个文化的课程，而且修行的课程更是重要因为修行的问题是他的不去解决的话，那他只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僧人。因为我们的僧侣呢，他不光是一个文化界的一个角度，他是必须是一个修行者。因为我也经常跟这边的讲课，朗依寺的这个雍中本教的这个江学学院里面的学生当中的这个密宗班，大圆满班，他们的话就是里面的修行的课程是我要代课。那么当时我也在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第一个你要认识自己，这个认识自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就是这边来这里学习那么就是13年之间学习，学习完了之后去考那个，然后去拿这个格西的文凭其实你拿格西的文凭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最主要呢自己你内心的修养才是最重要。因为我们拿了格西的这个学位，你这个学位呢能去拿工资吗？拿不了工资。那么我们这个学习的这个是为了什么？我学习这些东西是主要是你什么目的？你为什么你要过来学习？这个是非常重要。你的学习这些过来学习，最后考格西，这些目的就是弘扬佛法为教派做事情，为社会做贡献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呢，不光是你要学这个文化的这种的角度来去学好，你必须是自身的这个内在的修行是必须要做好。你内心的做不好的话，你真的是浪费了人生。你这个就是只是一个文化的课程，你没有必要你去当出家，你当出家来做什么？所以说，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也一定要就是这个就是格西的文凭也拿不到也拿不到工资，也这个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最主要是你自己的这个内在的修行是一定要做好了一定的这样了之后呢，哪怕是最后我要死的时候，都心里一定有自己我这辈子活了没有白活，对吧？因为我们的就是平时我也在跟他们比喻，在外面的就是我们在凡夫俗子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人呢，大家都在学习上学，他们为了什么？他们为了就是以后能自己有个前途，能自己有个这些以后能拿个工资对吧？最起码自己的生活就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呢，能有帮助。为了这个事情而去读书，那么我们僧人是为什么？僧人是学习来做什么？那就是为了度化众生，
那度化自己，而去学习这些东西。你没有做到度化众生和度化自己的这些事情，你自己没有做好的话，那你这个人生是白费了。我就跟他们这样说。所以说，就以后的本教的僧侣的话，一定要有这个精神，一定要有这种的，自己有自己的这个胆子是什么，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为何要出家，出家的责任是什么，要做什么，要到达什么样的一个结局，这个是必须要自己要明白。不能盲目的去出家就出家，就没事情做，反正就以内地呢经常有个这样的说法，大不了去出家，对吧？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意思，你就是因为必须要出家呢，他有他的这个圈子，那出家的圈子的话，那他的就是做的工作是啥东西，这个是僧人们要知道，有管理人员们是更是需要明白。这样的话，以后的话，可能本教的这些发展和弘扬，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那么附带呢，那么寺院呢可以就是提供一些共同的那种的管理的这种的制度，吃的住的，然后就一切都是一个学习的环境的这种的角度去这种的管理的角度去弄的话，那以后这个是僧菜培养是有一定的好处。我们真的谢谢法王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些开示，谢谢您。